个指挥中心来放宽着喙暗令，为12月初1开始，你喺户外唔免搁来挂喙暗咯。但是乡亲啊，若是感觉惊担心家己的免疫力无够，安尼要出门哦，喙暗也是暂时挂咧较妥当。医师嘛来提醒，这个4岁以下幼囡仔甲老大人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，这个抗体较歹，上好预防者也是爱祝福教育。挂喙暗这运动真正是真艰苦，12月初1起7月会当免挂喙暗啊，真个乡亲真欢喜。我会拿下来啊，也是有点闷，但是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，毕竟疫情还是存在。有人还阁会惊，医生提醒讲，为新冠肺炎流行以来，全民拢挂喙暗，除了防范疫情，嘛阻挡流行感冒甲呼吸道的疾病。因为4岁以下囡仔以及老大人，这算是高风险的族群。尤其这2-3年来出世的囡仔，出世了后真少接受病毒，拢无抵抗力。入学之前小朋友把流感疫苗给打起来就相对的重要，因为像流感疫苗那个是避免说让你有免疫负债的一个状况。免疫负债就是说流感病毒你太久没有感染了，那结果他们已经是孙悟空72变你变太多了，可能对小朋友会稍微再毒一点点。就惊讲囡仔较无抵抗力，运动场上体育课的囡仔拢会乖乖挂喙暗，是讲即马校园喙暗若解禁，家长卖烦恼。我还是觉得，就是说戴着口罩比较安全。我孙子读幼儿园的时候，因为戴了口罩之后，几乎整个学期都不用因为感冒看医生，因为就是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而已啊。部分的学校烦恼讲学生这个防疫心态伤放松，会提醒。常掉东西是小朋友常有的问题的。那如果可以从教室离开，就把口罩收好，进去教室再戴起来，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弹性来指导孩子。校强调讲，等收到公文7月免挂喙暗的正式实施后，对校外人士嘛会采用同款的规定，未特别严，慢慢要过新生活。